主后2025年5月初6，每日圣安讲读经，历史卡热。圣经咱做来听读诗篇78篇第10到72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78篇。阿萨教士的诗：我的子民啊，着听我的教示，注意听我讲的话。我要开喙讲譬如，要讲出古早的奥秘，就是阮所听见所知，阮的列祖所传互阮的事。阮无要将这个事对子孙隐瞒，要将上主的名声甲伊的权能，以及伊所做奇妙的事传互后世代。伊伫雅各设诫命，伫以色列定律法，佮命令咱的祖先将这个传互因的子孙，互后代，就是得要出世的子孙知，这个子孙嘛要传互因的子孙孙。安尼，因通将望放伫上帝，互因无袂记得上帝的作为，遵守伊的诫命，才免亲像因祖先的世代疑心悖逆，因对上帝心无坚定，心灵无真实。伊发现的子孙举武器甲弓箭，征战的日却越转身逃走，因无遵守上帝的约，拒绝照伊的律法生活。因袂记得伊的作为，袂记得伊互因看见奇妙的事。伊伫埃及地所安的残影，伫因祖先的目睭前做奇异的事。伊甲海分开，互因过去。伊互水徛起来亲像壁。伊日时用云带因，规暝用火的光引带因。伊伫旷野互石盘壁立，互因有真侪水通啉，亲像对深渊冲出。伊互水对石盘冲出，亲像江河流落来。毋过，伊还继续得罪伊，伫旷野悖逆至高上帝。因心内试探上帝，照家己意爱的求食物。因滥觞议论上帝讲，上帝减话伫旷野办道。伊捌讲石盘互水冲出，溪水满出来。伊减话使美娘，伊减话甲伊的子民准备肉。所以上主听着就生气，用焰火烧雅各，对以色列发生气，因为因毋信服上帝，毋倚靠伊的救恩。毋过，伊还命令顶面的穹苍，搁开天的门。伊降落吗哪互因食，将天的美娘赐互因。因逐个人食天使的食物，上帝使美娘互因食到饱。伊对天起东风，用伊的权能吹南风。伊降落肉互因，若土粉遐济；降落白鸟，若海沙遐济。落伫因的营中，伫因徛起的所在的四围，因就这食到饱饱，又照因所爱的互因。因所爱的还未饱足，食物还伫喙内的时，上帝就对因发生气，杀死因中间勇壮的人，拍倒以色列的少年人。虽然安尼，因继续犯罪，
无因为上帝奇妙的作为来信伊，所以伊互因空空过日，互因年年伫惊吓中经过。上帝待因的时，因才来求伊，或倒转迫切找求伊，因才会记得上帝是因的保护者，至关者上帝是因的救赎主。毋过，因用喙甲伊扑打，用舌对伊讲白贼。因对伊无忠信，无真实守伊的约。毋过，伊还充满怜悯，赦免因的罪过，无甲因毁灭。一遍搁一遍，忍地受气无拢发出来。伊待念因不过是未死的人，是吹过去未搁倒转来的风。因伫旷野不时背逆伊，伫风暴互伊忧闷。因一遍搁一遍试探上帝，激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受气。因未记得伊的权能，未记得伊解救因脱离对敌的日。伊伫埃及安怎行神业，伫扫安的田野显出奇事。伊将因的江河变做血，滴到水拢袂啉得。伊互规阵雨神来因遐吞食，互田蛤仔来损害。伊将因的土产互草蜢公毁坏，将因劳苦得到的物互草蜢吞食。伊落炮毁坏因的葡萄树，落霜毁坏因的酸菜树，搁将因的精生交互冰雹，将因规阵的精生交互死难。伊发大受气，用受气、痛恨、苦难做规阵的使者来甲因毁灭。伊忍袂住受气，无顾念因的性命，用瘟疫甲因毁灭。伊杀死埃及所有的大囝，伫咸的布边拍死因的头上囝。伊亲像在带羊，甲家己的子民带出来，带因经过旷野。伊带因，互因安稳无惊吓，互海淹死因的对敌。伊搁带因到圣山的境内，到伊用气力得到的山地。伊伫因的面前赶出列邦，用扫仔让土地，互以色列的支族做产业，互因徛起伫家己的布边。因犹原试探至关者上帝，背逆伊，无守伊的诫命。因失信背逆，甲因的祖先相款，亲像冷气的经未靠直。因拜山头坛，惹伊受气；拜雕刻的偶像，互伊痛恨。上帝听到真受气，就完全气杀以色列。伊气杀示罗的会幕，气杀伊伫人的中间所搭的布边。伊温准人甲约柜抢去，将伊的气力甲阳光交互对敌。伊对伊的家业以色列发受气，将伊的子民交互对敌杀害。因的少年人受战火消灭，因的在世女袂当听到结婚的祝歌，因的祭司倒伫刀下，因的寡妇哭袂出来。迄时，主亲像人困精神，亲像勇士酒后喊发，伊就甲对敌拍败，
互因永远受凌辱。伊气杀约瑟的后代，无竞选以法莲之族，伊竞选犹大之族，伊所喜爱的锡安山。伊去做圣所，亲像天遐悬，亲像伊建立的大地永远坚固。伊竞选伊的仆人大笔，对羊条带伊出来，互伊无过羊饲羊群，是要互伊牧养主的子民雅各，伊的家业以色列。大笔就用纯正的心牧养因，用老练的手引带因。历史卡热，诗篇78篇被归类做勇士诗，是由阿萨所作的训诲诗。本首诗的内容主要取材自摩西五经甲历史书，讲论以色列的历史，借着安尼伫敬拜中教导会众。对以色列人民早期的历史，上帝带领伊的子民出来吉开始，因经历上帝施行的新约奇事，伫旷野受磨练，进入迦南美地，直到大卫做王的黄金时期。诗篇78篇通分做3段，第一段第1节到第8节是引言，概述以色列人民经历拯救了后，应该代代传述上帝的慈爱和能力，勉励子孙袂记得伊的恩惠。第二段第9节到39节讲述出来吉进入旷野的经过。第三段40节到72节讲到进入迦南得地为业的过程。第2、第3段拢讲到以色列人民犯罪，导致上帝愤怒执法，总是因为上帝的怜悯，人民要蒙恩福得冠佑。犹太人伫咧讲述历史的时有一个特性，就是会坦然呈现一般人无愿意面对的真相，并袂掩饰人性的软弱面。信仰的传承者就事实陈述，指出祖先因虽然持续得到上帝带领，却是信仰的不忠者，是叛逆违命的人民，对上帝无坚定的信心。安尼讲述过往历史，会互教导者和领袖者拢更较谦卑，更较仰望上帝的恩惠。借着历史的事，通教导后世子孙记取过往祖先的失败行径，也更较了解上帝的救恩史，是历史中将上帝的美德、能力和伊奇妙的作为，拢无隐瞒讲互后代子孙听，通好互因仰望上帝，无袂记得伊的作为，只有遵行伊的命令。伫历史的进程中，上帝将伊的恩典和拯救自古到今连结伫咱甲咱的后代子孙身上。历史将人过去的脚热连结到现在，互人看见上帝的美善。历史伫持续的讲论中显出伊动态信息。过去历史的轨迹继续显出信仰前辈的脚热。现在，咱的每一步也爱踏出家己信仰的脚热。深深仰望伫信仰的道路，咱会当以史为鉴，踏出更较正确、稳健的脚步，将信仰代代相传，靠主勇敢向前行，教导子孙信守恩约，世代蒙福。笔者个人的信仰经验，就是伫囡仔时代透过老爸
伫眠床前讲故事，一再听受就熟悉圣经，也伫聆听老爸不断重述祖先蒙福信主的过程，互圣经的知识和祖先的体验，成做我的信仰根基。家庭信仰的传承，确实通透过经常复习、念诵、默想、谈论、谨守、遵行，延续互子孙。伫家庭生活中，做家长的有责任向儿女讲述见证信仰的真实体验，做美好的信仰传承，建立信仰根基。美好的信仰传承就对咱本身做起，讲述圣经故事、家族蒙福史，进而伫家庭生活逐层面落实信仰，彼此提醒，互相勉励，互信仰代代相传，家族世代蒙福。默想回顾家族蒙运史，有倒一寡特别经历，通时常重述分享。回顾家族蒙运史，有倒一寡特别的经历，通时常重述分享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上主啊，你是历史的主，感谢你恩待我的祖先，搁赐福互阮直到今仔日。求你帮助我，搁较清楚家己所信的和受救赎的身份，记牢你的恩典，将伊传承落去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